头先朋友安轉到了節目嘅現場咯，好似神山縣今比後為大家對了個大霧山下倡導應該市用民市大哥來老大家來講到吼，係佢嘅農場地位度中嘅一定佔到嘅哦，也該努力講對手機度按到嘅也產品頭先咪有提到了，也到嘅產品算起來吼，真是呢係講2013年嘅力量係冇法度來做到嘅吼。所以老太家講下，你都講老爺嘅片口他要同到嘅合作，順來要呢度嘅合作咧。好，目前就像我一本如喺我指頭先生，針對我體嘅產品努力國家嘅開發，嗰我哋後面又還有學嘅台台嘅學者來同我哋談數，嗰時候變成啦講也有兩間嘅最高學府來同我哋農場去做我哋後盾支持，嗰時候我哋產品咯。每年都有新東西去開發出來，當然都有新的產品開發出來。係啊，嗰因為學校一部分有對農作嘅園藝啦，嗰對食品啦、生物學啦，嗰園藝地方又還有對病蟲害一方面的研究，香港也努力啊。你全部係有機種的啊。係，也同樣會有蟲害，但係呢會同人哋去講，某個時期蟲咧係會一個。繁殖到會生卵哦，咁唔來個注意樣去做防治哦。係啊，嗰時候我哋如有得到也會答案，可以輕鬆來照顧也就出門。哦，講到即係講，也計出家生產者，來學嘅，來即係講，來做一隻合作，真係呢嗬，也按到嘅讀到按到嘅問題咩，有得到也計答案咩嗬，就係提供一樣嘅處理，樣嘅去面對嘅事情，真係當好，也做事情做起來，就變咗。下順咩個要較強順啲啦，因為農民嗰度唔少嘅蔬菜，因為伊能記得講營養嘅種好一啲東西，但係大環境慢慢的因變化，嗰度蟲害也係對體白種項目多多，等到天一年哇。馬個都冇看到，高麗菜看起來按太了，昆蟲嘅是對冇關係。哦，真係呢哦，一講到啲高麗菜啊，都想到嚟嗬。你一般嘅農場來講啦嗬，太體啊嗬，都唔會單槍種一種嘅東西，當然也努力過係主要嘅作物，還有做其他嘅相關嘅產品，像我頭先識到嘅一個嘅果凍地包度都有一個鹽酸嘅嗬，係偏偏種嘅鹽酸嘅老人努力過來搭配。係呐，因為努力過嘅米土按出啊，嗰屏東嘅農產品也幾多，尤其水果類，咁我哋也有用木瓜啦，用檸檬啦，嗰還有用黃梨啦、香蕉，一定要去調製。但係發現到講。因為鹽酸咧，食性又孬，營養成分又高，又可以壓壓嘅米土。壓得高也該努力過嘅，也該用呢啲米絲。嗰時候也兩個結合起來，真是形成一個動到搭配都動好，也該米絲係一定讚嘅。係啊，有營養。當我哋後面又還有種原住民的一些雜糧。原住民嘅一個雜糧，像薯條味、鳳梨，都還有洛神。哇！亦都全部講真實嚟啦，嗬。喺講有看過一條相關文獻嘅資料，亦都全部都動空間呢。從其他方面可看到，也都係也都鳳梨，也都我哋當時採收過後情形，因為鳳梨有分紅色嘅、黃嘅、橄欖色嘅。頭先看到有3排咩？嗬，都有3種色。3種色，所以變成咧，我哋都必須要用人工啊，去推分開，嗱去用人工去推絲嘅人可以去曬，也可以做紅果。真係呢，有人力愛動到咧。嗰時候一地方都7、8個原住民來做，因為個宿舍。講真實，你咩帶通一個地方嘅一個用超嘢未哦？呀，也係看到呀。好，有一部分都係個木榔子。木榔子係，拿來喺我頭哥來講攞頭拜啊，嗬，嗌記得啦，嗬，嗌嘅阿婆嘅下記到好。不過，嗰種係拿來4條南木，唔會糊呢。嗰個當好嘅錢嘅紙都唔是用茶股嘅。係，一路頭拜原來嘅資費，嗰陣間路有化學嘅東西來替代嘅話，它梗係路方便。我唔知啊講。按到糧食人員土質也變黑的，水質也變的，
嗰所真嘅，他講用個中式用嘅來復古。環境咧，愛讓佢恢復起來。講我哋農場路有種嘅兩甲人，兩甲人嘅木榔子係。嗰陣間我哋路透過客家委員會來同我哋做嘢嘅設計。一下藝術好哪一隻？哦，也就係木榔子來做嘅。啊，同樣努力個鄉下做出來嘅，按做番茄。哦，一隻茶菇，因為包裝啊樣色彩當好看看。哦，也只係唔知家本身咧，兩種東西兩種嘅產品來開發嘅，哇，冇簡單咧嗬。因為努力過佢本身有修復能力，個對人嘅皮膚也唔係差，個木榔子又係有殺菌，個所以一隻以色皮高敏性嘅皮膚嘅人。佢用嘢來洗嘢，慢慢就會改善。真是一下高敏嘅皮膚，真是凍到呢，嗬！按做得來吃看下咧，嗬！一個木榔子嘅係個努力過，學來做出來嘅番茄，嗬！番茄喺南部講嘅嘛，嗬！你講一個香茶菇啦，又係講茶菇啦，嗬！好，講到廿尾又發現到，頭先係講山學來合作，一下就講到合肥非官方嘅合作，嗬，來聽書。做一隻行銷嚟呢，嗬，好呀，行銷嘅部分哦，可能當到嘅朋友就會想講，呀行銷嚟講，如果遇到困難冇，你睇下看到一個稿子，係一講看到一產品，又唔幾講營養嘅做出來，一時間嘅行銷嘅重點係邊度呢？其實因為過去也係大溪地，也係大品牌入來台灣，個對我哋本土也都會散展。可能大家就會。有疑問，有疑惑咧。冇認同，因為你講睇下啲嘅建設啊，原住民冇作夫佢哋相片全部都很健康。可以能夠種嘅路拿到當作講火山島種出來嘅礦物質嘅含量，都比台灣嘅個好。係。嗰時候他講人哋接觸咯，路你咪講。我覺得一講過嘢，真係也都當到日本大嘅想法就係咁樣，冇想到人其實自家喺台灣種出來嘅產品，研發出來嘅產品，咪係一定好一定真，真係唔會輸你。講到廿尾嗬，產品唔會輸你，我要推薦你，錯冇嗬？係同講屋下人就係人嘅推薦。係嘛？係嘛啥？好，啲你都係嗌爸爸，因為係。葉富縣名部差唔多放起來200-300鳥，嗰所邊咧有目前唔足，佢嘅身體狀況都會做下行下來。嗰後面啊，都係建議講，佢既然自家開發嘅東西按好，唔能要認真識，雖然都可以當做係佢嘅競爭人，所以正式都照嗌法嚟做。嗰時啊，為識得2年後，一高多天高。哇！高木都天光，真係也係當到嘅老太人啥哦，都講有些嘅朋友佢都希望做得安樣。好，嗰所以而家佢成發貴啲，而早上響呢度路，去到我哋附近嘅山地文化園區去行路，係啊，回來去如果來同我收天嚟打掃我係環境，好，也就係爸爸，係，加上天熱都係我媽媽路。雖然講76歲嘅，過去也會有老年斑嘅出現，所以也使用到少數嘅時間。最近一看呢，皮膚下佢唔是以按多些。嗰時都係自家也嘅頭先講到好嘅東西，將來賣本意，也都係自家減少將來賣本意，所以也真係一隻講懂好嘅理嘢啦，自家識到好啦，將來賣本意，係嗰將來推廣啊，我講到入邊我推廣嘅方式一定到，都係停定可能要當到嘅展覽啦，因來到現場來去來賣哦，除咗廿年滿到嘅鐵，一陣滿鐵睇鐵都係冇乜㗎。好，主要都講今年也為價錢係要按貴，其實他不用100年嘅想法講，攞俾有家庭式嘅做嘅價錢也係貴大，個變成啊係為品質路真是良莠不齊，好壞差貴多。所以你冇認同嘅世界，剛剛嘅係一個生意的係生產者，剛剛嘅如果去講起講東西嘅差異性。因為自家做郵寄，對於伊啲生產流程，我哋自家攏過嚴謹去掌握。我哋做出來東西，交本業嘅工廠咯，伊也係要有 GMP、ISO 認證，嗰所以種種嘅認證嘅品牌來
先出来比看，也到消费者如果认同讲哇，也係用心咧，真是當用心哦，韓國吼，一個有用心，記得食落就安心。安心，係，個東西又比食到去嘅，以為喺當下發現講，也真是食落去，馬上都有反應講，胃腸都要小和和嘅。因為我有按明顯嘅感覺，係然後會出書嚟買嘅。哇，真是咧，嗬，一早起講嗬，試過也好，暫會啲啦。就頭先講到有個後生嘅用較多嚟，哦，幾部現全部都係識嚟嗬。我講到有位啲人推廣產品就係希望擺嘛，嗬。就當到啲朋友，也下2年嘅時間，就會上來去農場，有位談下聊聊嘅，嚟老大家講下而家農場也下嘅規劃係樣嘅。好，目前我哋總共有11家。咱7種農場也有打出一個諾里國嘅傳奇館，也如去年呢，我哋客家 VNF 拿到也為金進組補助嘅80萬，講我如認為講也一通建設咯，喺頭擺主欄，也必須要去推翻修過一啲樣式過好嘅啦，本然後又好材料，又好去做 DIY， 又好去看樣片，嗰時候我如俾到80萬，咬出牙見到花600萬嚟建設。就係一隻傳奇館，諾里國嘅傳奇館都係總共花600萬來做一隻建設，韓國來做也推廣。一下來講，幾間農場有11家嘅安泰嘅哦，也種研發，喺要規劃講，嗱，也規則嘅也賦權嘅，嗬，就係規則沙期係賦權嘅也研究哦，全部規劃做嚟做諾里國係嘛？有，而家如果講去家陸開也會場所有3甲人，如果當做係一個示範同教育嘅農場，嗰時候如果營造到一個5城一體嘅觀點，去打造講有生態。個有景觀，個生命教育，個變生產、生發，也5城一體。因為做到見加到去家種嘅樹嘅10多年咧，佢像而來教我哋講，一種環境唔可以再稍微變化，本所有嘅人士來都要了，去必感觸到一啲動感。係講哇，你係用心生產出來嘅東西，真是係值得去學咯。透過 Andy 嘅呀相片，或者 Andy 畫面可看到也有圖片，真實咧，就會發現個生態來講，哦，真是都豐富咧嗬，我想南擺哦，也去欣賞，而且佢本身應該係要當多嘅規劃咧嗬，我想要幾位陣個下一擺來老大家來講到咯，嗬，講到啊，因為唐太也去欣賞好嘅分享，對人嘅諾里國係咩要加到嘅認識咧？一個上來 P 看啊，諾里國嘅面試係樣嘅，做我來片動啊，呢部嘅前面咧去欣賞其他國來打嘴鼓咧，嗬，各位當時冇其他國來到現場安置些。歡迎，係啊，歡迎大家，假如有閒去嚟到屏東也係個好蔬菜、好山、好水，好我哋會用我哋最誠意嘅心，同我哋好東西介紹俾大家。好，安置些咯，嗬，你講到有位啊，嗬，誒，咁乜嘢好食新鮮鮮都有嚟哦，來聊下家下嘅營養田嘅運動先生，好來做運動，希望大家。